多謝大家今日準時都翻到嚟，我哋自我關懷第三課慈心訓練。好開心咧，今日喺一個好好嘅天氣當中啦，可以同大家相遇。好希望藉住呢3個禮拜嘅旅程咧，同大家一齊去關懷自己多啲，了解自己嘅內心，同時咧，希望用慈心創造一個咧大家都會舒適嘅世界。正如我哋咧咁多次課堂嘅內容一樣啦，我哋咧會首先以一個呼吸練習開始今日嘅一啲嘅課堂嘅。咁請大家先揾一個舒適嘅地方，可以咧同我哋一齊感受呼吸。呢一刻，你可能覺得好唔開心，壓力好大，甚至乎已經被負面情緒壓到唞唔到氣。可以嘅話，請你俾3分鐘時間照顧自己，好好咁同自己相處。請你揾一個寧靜安穩嘅地方去慢慢坐低，雙手可以放喺大髀旁邊，雙腳掂地，用一個你覺得舒適嘅方法，平穩咁坐正。如果你鍾意嘅話，可以合埋眼，又或者微微張開雙眼，望住地下嘅一點。而呢個時間係完全屬於你嘅。首先，請你留意觀察你呢一刻嘅感覺同埋想法，擁抱呢啲感覺、想法，唔需要批判佢哋。請你將注意力溫柔咁轉移到呼吸上面，留意自己嘅呼吸，感受身體吸入同呼出嘅空氣，只係觀察每一次嘅呼吸，唔需要特登咁去控制自己嘅呼吸。慢慢吸氣，呼氣，吸氣，呼氣。如果發現自己分咗心，唔緊要，你可以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嗰度，然後請你將呼吸擴展到身體每一個部分，好似佢哋都一齊呼吸咁。留意腹部升同埋降，有需要嘅話，請你將注意力放喺身體繃緊嘅地方，可能係眉頭、牙關、肩頸、手瓜、拳頭、胸腹、大腿、小腿，甚至乎腳趾，讓佢哋都一齊呼吸。當呼氣嘅時候，可以將繃緊嘅感覺都一齊帶走。慢慢吸氣，呼氣，吸氣，呼氣。而家將注意力放喺你身處嘅地方，你會聽到叮一聲，然後等你準備好嘅時候，慢慢打開雙眼，繼續你今日要處理嘅事。我哋已經完成咗呢3分鐘呼吸空間練習，希望你能夠帶住呢一種感覺去到生活嘅每一刻，同埋好好多謝自己利用咗呢3分鐘時間去照顧自己。好啦，我哋再次咧以呢個舒緩呼吸去迎接我哋呢一個鐘頭嘅時間。過去一個星期，唔知大家咧有冇繼續去練習呼吸，或者咧係寫信俾自己呢？
好希望如果你哋有任何呢啲練習當中嘅挑戰啊、體驗啊，都可以咧透過 WhatsApp 或者電話咧同我哋分享嘅。另外上堂咧，我哋都特別提到，我哋同人建立關係、施予關懷嘅時候，有冇去特別留意呢啲關懷點樣去我哋同埋其他人之間去流動呢？呢個咧都好似一個練習，幫助我哋去發掘自己嘅慈心，好讓自己咧呢個慈心繼續增長，從而咧去照顧翻自己。今日咧我哋嘅課堂都會圍繞翻第三個課題，就係我哋同呢個慈心嘅世界、慈心嘅環境。我哋咧去了解一下，究竟慈心喺我哋環境入邊代表啲乜嘢呢？而呢個環境點樣提供一個安全嘅感覺，俾我哋咧可以喺入邊有休息、有成長嘅機會。最後咧，我哋會有一啲嘅比喻，最主要希望大家可以活用呢三堂學到嘅技巧，讓大家咧可以帶住呢顆慈心去進入世界。再次咧去講返慈心呢一樣嘢。我哋都記得慈心嘅兩個面向，一個咧就係講緊我哋有能力去體驗或者咧去了解自己同埋他人嘅痛苦、唔開心嘅經驗。但另一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力量俾我哋去到去致力減輕呢啲嘅痛苦。慈心嘅三項特質包括咗智慧，讓我哋咧有能力去睇清楚世界控制唔到嘅事情，可能係環境啦，可能係我哋身處嘅一啲內在因素，所以讓我哋咧都可能喺而家嘅生活當中，未必咧可以改變所有嘅嘢，但我哋內心咧有能力可以為自己嘅行動負責。同時，我哋有力量，相信咧喺困難挑戰入邊，我哋咧可以創造內心嘅平靜，讓我哋咧喺痛苦當中仍然有一個嘅韌力去面對佢。第三咧係關懷，慈心嘅本質係溫柔嘅。我哋咧見到唔開心，見到痛苦，但我哋咧好似擁抱佢咁樣，我哋有一個嘅柔軟去包裹佢，同時咧願意去進一步嘅去減輕、去舒緩佢呢一種嘅智慧、力量同埋關懷，我哋深信咧都係人與生俱來嘅一個特質。而雖然我哋講到呢個係一個內在嘅因素喺我哋嘅心入邊，但係我哋喺日常生活都可以見到呢種嘅慈心，呢種嘅關係係可以向世界傳開去，包括我哋自己同他人，包括咗我哋自己對自己，每日嘅日常生活入邊都見到呢一種嘅力量喺我哋身邊咧不斷傳遞。所以咧，正正就係講緊呢一種嘅慈心喺我哋日常生活環繞住我哋。咁所以咧，我哋都講緊嘅就係我哋點樣帶呢個慈心進入呢個世界，讓呢個環境入邊都係充滿住呢一種嘅關懷同埋愛啦。跟住咧，想大家都花少少時間諗下，你咧過去嘅一個星期有冇嘗試向其他人表達你嘅關懷呢？會唔會見到你身邊嘅家人同埋朋友有一啲嘅困難嘅時候，你都主動會同佢有一啲嘅鼓勵或者幫助？但係有冇試過，當你有呢種嘅諗法嘅時候，你覺得好難去做出嚟呢？好難去實行？有啲咩障礙令到你咧唔夠膽走出去關懷同埋咧支持其他人呢？呢個咧就係今日我哋想探討嘅課題，點樣將慈心嘅環境創造出嚟。首先咧，都想提下點解我哋要製造呢一個慈心嘅環境。
呢個世界同我哋好似冇乜關係咁樣，我哋點解要令到佢好一啲呢？正正其實咧都係一個相互影響嘅關係。當我哋令到我哋身邊嘅環境多一啲嘅關懷嘅時候咧，同時呢一種正面嘅氣氛都會影響住我哋嘅情緒。仲記唔記得咧？我哋喺第一堂都講到喺我哋嘅情緒控制入邊都有唔同嘅系統，當中嘅舒緩系統咧，就係透過感受到一個安全平靜嘅環境，令到我哋咧心入邊製造咗好多正面嘅情緒，一啲平穩啦、善良啦、安舒啦，讓我哋咧可以好好咁樣去平復自己嘅情緒。佢能夠咧幫我哋平衡好多唔同一啲嘅反應，讓我哋嘅情緒健康咧係得到一個平衡。當然啦，我哋每日面對嘅日常生活入邊都有好多嘅挑戰同壓力，呢啲嘅威脅咧會令到我哋嘅情緒有波動、有起伏，又或者咧長時間受壓，甚至會令到我哋有一啲情緒上面嘅困難。但係正正透過啟動呢個舒緩系統，讓我哋擺低或者咧去平復翻一啲比較激進嘅情緒，從而我哋嘅內心會懂得去靜落嚟反思、去感受，同埋咧有放鬆嘅時候，呢一啲嘅表現咧，讓我哋更加敏感他人同自己嘅需要，有同理心同埋有思考嘅空間，繼而咧係懂得去支持自己、支持其他人。就好似一個嘅循環咁樣。當我哋咧製造咗呢個環境，關心咗其他人，而呢啲人咧亦都會幫我哋製造翻呢個環境嘅時候咧，繼而我哋就會有一個好好嘅環境俾我哋去平靜，俾我哋咧去好好照顧自己。雖然咧，我哋講到呢一樣嘢咧係非常好似簡單咁樣，但係咧正正就係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見到，好似都唔係咁容易咧去見到呢啲嘢嘅發生。無論人哋對我哋點樣，有時候我哋對人想好啲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嘅障礙同埋咧一啲嘅挑戰。以下咧呢個叫做關懷恐懼量表。喺研究上面咧，我哋都會俾一啲嘅朋友去填啦、評分啦，去睇下佢哋咧有咩嘅困難面對慈心。但今日咧都好希望同大家分享，睇下大家覺得當中會唔會有啲嘢都係你日常面對嘅困難。大家咧可以花少少時間睇下呢10項嘅內容，當中有幾樣咧，我覺得都係一啲我哋經常日常生活去遇到，要去關懷別人嘅時候，自己嘅一啲考量。第一，就好似我哋第一項入邊咁樣，如果人哋見到我太關懷咧，佢會利用我哋。有時候咧，我哋都擔心自己嘅好意會俾其他人去揮霍、去利用，好似咧好心做壞事咁樣。第二，可能咧好似第三項咁樣，生活中咧有啲人不值得被關懷。有啲人咧，可能我哋真係唔想去理佢，亦都覺得咧佢冇乜好處，讓我哋咧要對佢好一啲。呢個都係一啲我哋會面對嘅處境。第三，好似咧第六項咁樣，如果我擔心，如果我關懷咧，脆弱嘅人會依賴我，並且咧耗盡我嘅情感資源。有時候咧，好似係我哋嘅能力，我哋未必有心力，未必有時間，未必有空間去關心，去特別主動走出去咧，去照顧其他人。有時候咧，都真係當我哋咧都好攰嘅時候，要照顧好自己，先至可以去照顧身邊嘅人。我想話咧，如果大家又去思考呢一啲嘅問題嘅時候，正正咧其實都係踏出自己去面對慈心嘅困難嘅第一步。因為咧，我哋都嘗試去思考
究竟有啲乜嘢嘢係阻礙我哋，有啲乜嘢嘢係可以能夠解決。我要咧去即係同大家講嘅就係，其實呢一啲嘅困難咧都好正常嘅，總會遇到一啲嘅時候，我哋咧覺得自己好攰，唔能夠關心其他人。有啲人我哋要保護自己，唔能夠咧做得太即係太好人或者太關懷佢哋。呢啲都係好常見嘅事情咧，我哋冇需要為此而怪責自己。但係如果你覺得今日咧，即係普遍而言，自己對人嘅關心係有困難，係即係想做得更加多嘅時候咧，我哋都建議你可以從小事開始。呢度講緊咧，好似之前咁樣話啊，對於一啲微小嘅事物，譬如你嘅寵物啦，譬如你嘅植物，多啲關懷，培養呢種慈心。又或者咧，可以講下日常生活嘅小事。可以嘅話，會唔會搭緊車嘅時候讓座？又或者咧，可能開門嘅時候幫人開門？呢啲少少嘅舉動咧，讓你培養嗰種對人哋需要嘅敏感度。有時候咧，當你去猶豫緊，或者咧可能去處理緊對人嘅一啲事情咧，都可以用舒緩呼吸去平靜咗自己先，讓自己嘅思路清晰一啲，感受下當下自己嘅需要，感受下當時嘅情景。如果咧你覺得自己係未準備好，又或者情況唔容許嘅話咧，我哋都識得去揾到一個平衡。幾時對自己好啲，幾時咧亦識得走出去關懷其他人。我相信大家咧都有呢個嘅能力去作出一個自己認為適合嘅判斷。當我哋講緊咧，我哋點樣關懷身邊嘅人嘅時候，其實都係想製造一個大家都舒服、大家咧都感到一個平安、安靜、平穩嘅環境。我會諗起咧，我哋日常面對好多即係好有壓力嘅場地，其中一個咧可能就係呢度啦，或者有啲朋友每個禮拜都會去幾次，又或者咧大家未必咁熟悉嘅場景，就係一個咧洗血中心。又或者大家可以諗下咧，一個醫院嘅環境入邊咧，都充滿幾多一啲壓力嘅事物，包括咗呢啲嘅機器啦，包括咗呢啲機器發出嘅響聲，包括咗你要面對嘅一啲醫療程序，又或者咧喺呢個走廊行緊，你未見過好陌生嘅人，呢啲咧都會令到我哋感到咧好恐懼啦、擔憂啦。咁但係喺呢個環境，我哋有冇能力可以創造一個更加令大家平靜安穩嘅一個氣氛呢？我諗咧當中都有一啲元素係可以做到呢個嘅效果嘅。譬如話，可能你記得身邊有一個你見過嘅神友，當你咧去關心佢嘅時候，佢會覺得呢個地方可能係熟悉一啲。又或者咧喺治療期間，有一啲嘅需要，有人即時咧可以嚟幫你，譬如解答問題啊，譬如咧俾一啲你需要一張紙巾，讓你咧都會覺得自己係被支援。想帶出嘅係咧，就算環境有好多客觀嘅因素，令到我哋覺得啊自己嘅即係當刻受到威脅，但係同時咧，藉住呢一種嘅關懷，藉住咧你個心態上面嘅轉變，讓我哋都可以咧尋求到嗰種嘅平靜。所以咧，都鼓勵大家可以嘗試去為自己創造一個擁有慈心嘅空間。當然啦，喺接受治療嘅途中，我哋頭先講到身邊嘅人啊、事啊，可以有一啲嘅轉變，令到我哋感受得好啲。但同時咧，我哋都有一個嘅能力喺腦海當中咧創造一個景象，讓我哋當下嘅感受咧可以過得好一啲。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咁多堂都有用過嘅想像嘅方法，俾我哋一個自己喺腦袋中嘅空間，尋找嗰份潛心嘅感覺。所以今日嘅練習咧，就係想透過一個嘅想像，一個大家感覺安全嘅地方，讓大家咧呢個時候
可以揾返一個自己安心嘅居所。跟住落嚟咧，想請大家都揾一個安靜舒適嘅地方，我哋咧一齊透過呼吸進入想像，去創造一個咧自己感到安全嘅空間。如果當你準備好嘅話，請你咧揾一張舒服嘅凳，好好咁坐喺上面，讓你嘅身體好舒適又承托咁樣咧休息落嚟，將你嘅腳平穩咁樣放喺地上面，雙手可以輕輕承托喺你嘅大髀之上。你可以合埋雙眼，將你嘅感受放喺你嘅呼吸上面。可能而家有一啲嘢正在纏繞緊你，或者咧喺你嘅腦海中浮現，讓佢哋好似浮雲咁樣，慢慢、慢慢、慢慢飄走。留意自己嘅呼吸，讓我哋感受空氣點樣喺我哋嘅鼻孔吸入、呼出。再吸入、呼出，讓我哋繼續感受呢一種呼吸嘅節奏，同時感受下你嘅身體有冇好緊張嘅地方，會唔會係你嘅表情？你嘅膊頭，你條腰，你嘅拳頭，抑或係你雙腳呢？就讓呢啲嘅緊張，隨住你嘅呼吸，呼出你嘅體內。呢個時候，我哋單單咁樣去留意自己嘅呼吸。我哋繼續感受呢一種舒適嘅節奏。當我哋準備好嘅時候，我哋嘅腦海帶我哋去到一個好舒服，我哋感到好安穩嘅地方，可能係你一個好熟悉、你見過嘅，可能係你未去過，但係你腦海之中有嘅畫面，甚至係一個虛構嘅地方，但同樣咁樣，讓你而家身處喺入邊，
去感受嗰一種平靜、嗰種安穩嘅感覺。請你望一望呢個嘅空間，你見到啲點樣嘅環境呢？留意下當中嘅顏色，當中有冇一啲嘅物件，佢哋係咩形狀㗎？讓我哋呢一刻去用我哋嘅畫面去感受呢個安靜舒適嘅地方。跟住，請你嘗試去諗下呢個地方究竟有啲乜嘢嘅聲音呢？係一種海浪聲，係雀仔喺度吱吱叫嘅聲音，係微風輕輕咁吹緊樹葉拍打嘅聲音，定係任何讓你感到平靜嘅一啲音樂啊？再嘗試想像一下呢個空間會有乜嘢嘅氣味呢？係一個自然、大自然嘅氣息，你啲好喜歡嘅香氣，定係一種熟悉嘅味道呢？我哋嘗試去揾返呢一種氣味。最後，想請你感受一下喺呢個空間，你皮膚嘅感覺，呢度嘅溫度係點樣嘅呢？係點樣嘅氣溫讓你感到舒服呢？你會唔會感受到空氣嘅流動？又或者有太陽嘅話，佢點樣輕輕咁樣照在你嘅皮膚之上呢？讓我哋停留喺呢個空間多一陣，讓我哋感受嗰種喺舒服嘅環境之下好好休息嘅感覺。慢慢慢慢，當我哋準備好嘅時候，讓我哋嘅專注擺返喺我哋身邊嘅環境入邊，帶領我哋進入返呢個現實嘅世界，
當你準備好之後，請你慢慢咁樣打開你嘅雙眼。好多謝大家咧，都嘗試同我去尋找呢個咧，大家覺得舒服嘅地方。想像練習咧，第一次做，有時會感到有啲嘅迷茫。我哋都知道咧，好多時候我哋唔習慣用呢種嘅創意、呢種嘅思考，讓我哋嘅腦海當中有咁多唔同層次嘅感覺。又希望大家做完呢個練習咧，可以記得自己曾經喺呢個腦海嘅影像入邊見過啲乜嘢，聽過啲乜嘢，聞過啲乜嘢，同埋感受過啲乜嘢咧？呢啲嘅感覺又讓你咧有乜嘢嘅情緒？好多時候咧，當我哋初頭接觸呢一啲嘅練習，我哋都嘗試有一啲現實嘅物件幫我哋去帶入呢一種嘅空間。譬如話咧，我哋好嚮往去某個地方，我哋咧可以睇佢嘅相片，讓我哋嘅腦海會容易啲有嗰個形象。我哋咧中意一啲嘅聲響，我哋透過音樂去俾我哋更加熟悉呢一啲嘅聲音。嗅覺咧可能係我哋日常入邊最困難嘅一部分，我哋咧未必咁容易對一啲香味有好深嘅感覺。或者咧可以嘗試透過一啲嘅香薰啦，透過一啲咧你真係覺得中意嘅味道，多啲去接觸，多啲去感受，讓自己喺腦海當中有嗰種嘅感覺。又或者多啲留意自己喺日常生活入邊感受到嘅溫度，感受到嘅觸覺，將呢一啲唔同嘅感官帶到去你嘅想像入邊，從而咧喺唔同嘅環境、唔同嘅現實情況之下，都可以喺你嘅腦海創造一個安全嘅地方。好多謝咧，大家呢三堂咧都好努力咁樣去嘗試呢一啲嘅練習，希望咧佢哋都可以幫到大家去製造一個安全嘅形象，去照顧翻，去俾自己休息。去到呢度咧，我都想去輕輕講下呢三堂嘅重點，尤其是一啲咧，我相信可以幫到大家面對挑戰嘅嘢。我記得咧有一堂都同大家分享，就係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都可以有唔同形式嘅我。有陣時係一個憤怒嘅我，有陣時咧係驚驚青青焦慮嘅我，有時咧係好奄尖好多批判嘅我。但係今次嘅經歷咧，好希望大家可以發掘一個慈心嘅我，一個咧會多啲關心自己、關心其他人，着重於了解我哋嘅需要，從而咧幫我哋可以去好好照顧自己嘅一個我。提出呢個咁多唔同嘅面向，其實都係提下大家，亦都有能力去用唔同嘅視角見到自己。而當中咧有一啲嘅角度，其實可以讓我哋有一個成長嘅空間，但同時咧創造內心嘅和平，係一個咧積極一個我哋希望做到嘅面向。而呢個咧就係慈心嘅我。縱然咧喺我哋嘅課堂有好多唔同嘅理論啊、説話啊，但我好希望咧之後大家都會記得。慈心係大家都擁有嘅一種特質，呢種嘅特質讓我哋咧會感受到自己或者其他人嘅痛苦，但同時我哋好希望可以有能力咧去減低。我哋嘅情緒非常嘅複雜，讓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就係將佢化成三個唔同嘅系統。一個係受住威脅，我哋會有一啲好激烈、好亢奮嘅情緒，去希望咧救自己脫離險境。
有一個驅動嘅系統咧，就會讓我哋不斷嘅追求，讓我哋咧係製造一個更美好嘅生活。雖然呢啲嘅系統咧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有住重要嘅地位，但係喺日常嘅壓力之下，會讓到我哋咧可能有陣時有一啲負面嘅情緒出現，變得緊張，甚至咧製造咗我哋內心嘅唔平衡。而我哋咧強調就係一種舒緩嘅系統，可以幫我哋平衡翻呢兩個躁動不安嘅情緒系統，繼而咧讓我哋有更好嘅情緒控制。而呢個舒緩系統咧，並非一時三刻就可以令佢擴大，而係透過我哋每日嘅練習，讓我哋慢慢慢慢咁樣去創造呢一種嘅和諧。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培養呢一個嘅舒緩系統，又或者讓我哋嘅慈心去支持呢一個嘅舒緩系統呢？喺呢三堂入邊教過好多唔同嘅法寶，譬如咧每次開始我哋用嘅舒緩節奏呼吸，一個我哋喺實證入邊見到可以幫我哋神經系統放鬆嘅一個方法。又或者咧，可以嘗試透過思考嘅方式，我哋咧嘗試將自己變成一個慈心嘅我，去睇唔同嘅事情。有陣時係俾自己空間，有一啲回顧，有一啲寫信嘅時候，讓我哋咧去探索一下自己內在嘅感受，有開心，有唔開心，但我哋樣樣咧都會去擁抱佢。讓自己咧係好好咁樣同自己嘅情緒和解。到最後，我哋嘅想像力其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法寶，讓我哋縱然身處喺困難、身處喺挑戰當中咧，我哋可以有一個自己控制到嘅空間，創造嗰種和諧嘅景象啦，或者嗰種關懷我哋嘅人物。呢啲咧都係唔同嘅法寶，讓大家咧選擇合適嘅方法去培養慈心。又或者咧，有時候係講緊一個時候，一個嘅時刻，當你發現自己經歷困難，擁有一啲嘅壓力嘅時候咧，我哋都好希望可以有一個簡單嘅練習，可以幫到你自己。如果咧你最近遇上乜嘢嘅挑戰，我都好希望咧你感到困難、沮喪嘅時候，有一個簡單嘅動作，可以令到你感受到呢個世界上仍然有一個支持緊你嘅人，就係你自己啦。我哋咧可以想像我哋有慈心嘅部分，我哋有智慧、有力量、有關懷。呢個有慈心嘅我咧，係會隨時去支援你自己。你可以咧嘗試將一隻手放喺另外一隻手上面，感受你自己俾自己嘅嗰種溫度、嗰種嘅力量。呢一種嘅感覺，正正話俾你聽，你可以俾自己更多嘅支援同埋鼓勵。又可以喺腦海入邊有一種嘅聲音，自己同自己講：喺呢個困難嘅時刻，我哋都有掙扎，我哋都有困擾，但係我哋會保持智慧、力量同關懷去面對呢啲嘅壓力。相信自己有一啲嘅能量，可以咧幫助返自己。呢個咧就係我哋自我關懷嘅時候同埋方法。好希望咧過去咗呢三堂之後，最低限度咧，大家都會多啲去留意自己嘅情緒，多啲咧去關心自己嘅需要。呢個咧就係我哋最希望做到嘅效果。如果可以嘗試用呢個慈心嘅角度去好好對待自己，甚至咧去照顧身邊嘅人，讓我哋製造一個有愛嘅環境，讓我哋嘅情緒
可以喺一個平穩嘅狀態之下咧，得到一個嘅空間同支援。呢一種嘅視覺咧，我哋都可以經常用一啲嘅問題幫我哋去了解其他人。我哋咧可以去諗下，究竟我哋喺每日嘅生活當中有冇邊個我哋想關心嘅咧？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幫助到佢哋？甚至咧，我哋去諗下，要去關心佢哋嘅時候，會有乜嘢嘅困難？我哋點樣去越過佢呢？慢慢一步一步將呢種嘅慈心擴展開去，讓我哋嘅身邊嘅人都可以一齊分享呢一種嘅平穩。呢3次嘅課堂完結咗之後咧，好希望大家都會有個時候可以諗下有乜嘢對你嚟講係最有用。希望咧呢一啲嘅嘢都可以幫助你去培養你嘅慈心。尤其是當我哋講到慈心係一種力量，去令到我哋關懷他人。慈心亦都係一個流動，可以向其他人輸出。跟住落嚟，你會做啲乜嘢去令到呢種嘅慈心喺自己嘅內在，以至呢個世界有更大嘅增長？喺我哋結束之前呢，好希望送上一個故事，讓大家咧可以去反思或者去總結一下呢3堂嘅經歷。有一個晚上，一個祖父咧教導緊佢好細個嘅孫，關於每個人嘅內心掙扎。我哋每個人嘅內心都有2隻狼喺度交戰，一隻狼充滿報復心、憤怒、怨恨、自憐同埋恐懼；另一隻咧就充滿關懷、忠誠、希望同埋關愛。阿孫就諗咗一陣，跟住咧就問爺爺：咁2隻狼打交，邊隻會贏啊？爺爺就話：係你養過一隻。今日你嘅選擇係點樣呢？究竟你想用點樣嘅方法對待自己或者身邊嘅人呢？呢個咧就留翻俾大家慢慢去思考，同埋咧去感受。好多謝咧大家呢3堂嘅參與，讓我咧都感受到大家咧對於自己嗰種嘅關愛，大家嗰種嘅關心。好希望我哋呢個課程咧可以陪伴大家，讓大家有少少嘅經歷係關於你內在嘅慈心，亦都有啲嘅方法，讓大家可以喺情緒上面揾到多啲嘅依靠，同埋咧平靜嘅方法。繼續咧，我哋都會願意聆聽大家對於課程嘅一啲感受，可以透過 WhatsApp、email 或者電話咧去聯絡我哋。我哋都好願意去聆聽大家，而我哋咧都好希望大家之後可以俾翻一啲嘅意見我哋。之後咧就會透過 WhatsApp 啊，我哋嘅同事咧會再同大家去聯絡。再次多謝大家嘅時間，同我哋一齊走過呢3堂嘅課程。祝願大家咧生活都係愉快，大家咧生活入邊都係滿有一種嘅祝福同埋關愛。希望咧喺以後嘅日子可以喺唔同嘅機會嗰度再見到大家。多謝同埋拜拜。拜拜。